州大管文教基金会为了鼓励离癌学生勇敢抗癌、热爱生命，为民国86年设立这间25年来已经帮助过13300名学生。而今年，咱市嘛有9名抗癌勇士得奖，市长黄美忒也亲自出席颁奖典礼，鼓励这些抗癌勇士。今年的受奖人的故事啊，非常非常感动，感谢，也很想要拜托周大观基金会。我们的周创办人，还有郭董事长，还有我们各位理监事，大家能够继续坚持，一定要把我们社会的光明面，让许多在各个的工作岗位，在许多自己的学校里面很努力，这个向学，很努力，能够实现自我的生命斗士，的事迹，让更多人知道。今年得奖的包含大湾高中校友李新田、台南特殊教育学校林庆文、安南国中吴子成、海东国小吴子贤、中华艺术科技大学赖瑞谦、台南女中陈嘉景、南英雄岗吴柔贤、新华国中侯延荣、龙田国小王世涵等9位抗癌勇士得奖。州大管文教基金会表示，为确保无任何一位罹癌学生孤单面对癌症，陪伴所有罹癌学生用爱抗癌，活出希望。欢迎各界推荐抗癌愿望助学金申请学生，互因的奋斗生命故事会当感动更多人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